想不想学客家话？想。那我今天就教你学客家话。好。啊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傻子。昂古，蒙古。昂古。蒙古。第二个，肥皂。翻杆，翻杆。洗衣服的翻杆。翻杆。第三个，生气。发灵火，发灵火。第四个，午饭。吃酒，吃酒。第五个，厕所。笨工，你屙屎嘅笨工，笨工。笨工。笨工。第六个，茄子。吊菜，吊菜。第七个，早餐。睡觉，睡觉。对吧？太难了。抖音。